欢迎倒转来咱的语言之声少年人的现语广告电台。这集呢，就要请嘉祥来讲伊家己的故事。你即马创作的计划，你即马咧无用啥啦？对，你甲大家介绍一下，你即马咧无用啥？甲你进前无用出来这个夜观巡场有啥物款无共的所在？第二部这个小说的，我共款甲音乐专辑做伙写，对，所以即马我定的这个题目主题，叫做这个 K 普仙人，西服仙人 ，K， 普来普里水边的普，仙人就是仙人。有一个仙人伫溪边扑起来，听起来阁是几啊个的。是，讲对。这个仙人应该毋是真正迄个仙人对无？伊感觉家己的仙人啦，我感觉亲像在有时我感觉人咧做歹代志的时候，拢袂感觉家己是歹人。全世界人拢感觉家己是好人啊，对无？共款，我感觉无人会感觉家己是鬼歹鬼。哦，对。我感觉若是到迄个状况，可能感觉我感觉到一个另外一个状况，另外一个所在啊，迄个所在是毋是就是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是天堂，还是仙界？还是我即摆是升仙，还是我即摆变做啥物啊？我感觉应该无人感觉我死啊，就变做厉鬼吧。去地狱，去地狱。有人专讲着穿红衫红裤要吊倒，就是去做鬼那个人。哦，这嘛是啦，对无？因为我设定的这个主角的这个神灵，伊敢是嘉义人？是嘉义人，伊原型其实是我有一个国校的同学，伊是较早都可能我大学这个年纪的时候过身去，出车祸，我就想讲，出车祸速度足紧的呢，对，伊迄是咧快速道路头顶，出车祸过身去，家己弄着迄个护栏过身去，迄种破疤。我想讲，你敢有知觉？你会有知觉吗？伊根本毋知影家己死啊！对，你讲我一切起来，我若到另外一个所在啊，另外一个所在，我感觉可能就感觉家己我转身到另外一个世界，变做勇者的故事。你不能听小说。对，我感觉可能这个状况对伊来讲较合理。或者我咧写迄个真卡迄个状况是。因为有当时在做一寡灰色边缘地带的代志嘛，譬如讲，伊若讲学弟无管嘛，就讲一帮即个地方的头人、有钱人，这个安尼去菩萨，来上这个仙丹，仙丹有这个就讲有那个什么海洛因啊，什么 Ketamine 啊，对，仙丹嘛，仙丹，加了你进入仙境，对，但是。我感觉伊迄个，因为我较早甲伊开讲过，我感觉伊咧做代志，其实毋是咧害人诶，因为对伊来讲，迄是某一个程度来讲爱活落去诶一个方式，伊感觉迄是一个工课，对，迄个工课内底伊讲，伊毋是咧迄讲我要安怎，要安怎，是感觉我安尼可能趁钱较紧，伊诶伊嘛无其他寡一个选择，伊也要上紧的方法，可能是安尼。但是迄个出发点迄个目的毋是要人害。我感觉伊尾后就变做是一个咧讲一个社会结构的隐喻啦。头摆讲水鬼嘛，你无法度，都你毋是迄个水鬼要人拖落去，是遮个人，遮个所在，人当失忆，咱无法度啊，所以咱跳落去。爱讲清楚，就是讲这个所在，毋是讲家己尔，全地球拢有即款所在啦，吼，毋是讲那家己那才惨着，全地球咱只有人的所在，因为社会即个阶级是无共款的嘛，就一定有一寡人是，咱讲即个较欠栽培啦，伊就较无法度会当有一个好的出团，好的出路，伊就。咱讲行差大错其实嘛会使，讲伊真正较无迄个才调，嘛是有诶人嘛是安尼，伊就变做这样。也毋过你家己写一个另外一个较好诶一个环境，就是讲仙界，
是是，嘿，伊毋是落地甲啥，因为若是古早时代，一定是啥讲啊，尾来就是对无？款式官迄款。我其实北边做是一个，伊是共款亚冠顺着迄个世界观来，对，所以尾啊，伊想要转去回收庄内底去找亚冠，对，啊去找伊，可能回帮嘛，继续甲有一个相依为命的阿嬷啦，嘿嘿，啊，迄阿嬷就是尾啊变做一只亚婆，大亚婆，啊，我就咧写讲，像阮迄个所在会有一个，日头落山迄个黄昏的时阵，黄昏尾啊伫阮火烧庄出来，啊，我会讲较早阮遐无火烧庄，为啥无咧？因为我细汉时，黄昏的时阵就叫你食饭啊，所以我袂看到黄昏。哦，但是我伫小说内底我会讲，因为因阿嬷知影因孙过身了后，啊，伊就变成一只大野婆，啊，因为因孙咧出发之前，要上神诞之前，甲因阿嬷讲，我就是天光之前，伊就会转来。哦，啊，因阿嬷就想讲，即工若过去，即工若日头落山，即工就过去啊。对，因孙就永远袂转来啊。好，所以袂使互日头落山，所以就变做一只夜婆。啊，飞去后一个地点安尼，对，我都捌想过坐飞机的时阵，咱靠迄个时差有无？咱若直飞的时阵，时间就袂变。哦，敢是安尼？哇，伊变甲魔幻啊！伊变做一只夜婆时间，迄日头拍起哩。哦，迄日头一直伫遐挣扎要落去，啊，我都落去嘛，所以就黄昏的时间走出来。较魔幻的想法啦。哦，但是因为我做袂到嘛，因为夜婆嘛是黄昏的时候出来啊。对。但是伊都是黄昏结束了后，伊就等于伊个巢穴啊。所以我讲因尾啊，因阿嬷住诶厝，剩伊一个人了后，就变做迄落敢若夜婆住迄个山洞。破破烂烂。啊，黑暗暗，拢无光无电火，就变做迄个状况。但伊嘛，我感觉是贴合到实际状况，就是独居老人。对。就定定住诶所在就是。按摩摩，按做无较无精力。我讲迄个状况是大做伙，而且有夜婆的所在，迄涂骹拢是屎尿。是。对。我拢想到一个有诶无诶，就是讲，所以讲这嘛是小说啊，加一个迄个唱片嘛，对无？嘛是一个伊顶做讲是有故事啊，唱片内底嘛是有对咧这个故事安尼直接甲唱落写落安尼就。哦，安尼我要甲你报一个，就是嘛是最近我听一个，就是讲，因为我这边当咧学南管嘛，啊，咱迄工就想讲，因为咱迄个馆内底就是新明生啊，新明生，咱管先生因就演奏迄个叫做一块叫做水月摇弓。我就问讲，是安怎要走即块水月摇弓？伊内底迄个歌词就是讲啥物仙境啊，啥物有诶无？我就感觉讲，新明生是安怎要走这？尾也是听着讲，因咧庙内底庙迄个空间有无？迄空间拢挑高啊，迄声啊走落，感觉你就感觉敢若真正是仙境哦。因为迄个故事其实是。迄个魏晋南北朝有两个人，或者一个或者啥物流乱哦，就是两个人啊，去采要去仙境采药啊，无说你就真因本来应该讲因要去采药啊，结果无说你跋落去仙境，仙境内底有迄仙女啊，来甲因讲恁甲因较食，或啥物有诶无？因药啊采了，仙女个甲因送倒转去安尼。其实我在想讲，你讲这个仙女，因为时间差，我叫因等了后，人世间过几百档啊，就有这个感觉诶，甚至打一个广告诶，好，我最近11月诶时阵，我会出一个现场诶专辑，这音乐专辑，这老仙婆有天定，老仙婆有天定，不就是讲阿纯做，伊迄是写了啊吗？伊毋是有几拍，但是我咧演出时，我都会几拍唱了。系啊，迄唱好了，迄唱好了天都光啊，夜婆拢飞起来。所以，阮有改编啦，我就念歌甲阮较
较 rock 较摇滚乐的物件，较做伙。啊，伊诶声是一直拢伊嘛会唱，伊嘛会唱，啊乐器嘛共款嘛会大，啊做伙安尼，所以内底有这个老先伯甲先例。小甲大家介绍者，这老先伯呢，其实就是一个较早古早时代有一个先伯，伊会晓弹乐器，会晓唱歌，啊，不过伊目睭看无，讲到遮你就知影是像啊啦吼，国宝，就是咱的国宝啦吼，啊，伊规底。伊迄规底毋知是几拍吼，啊，毋过迄个歌就是为即个老先伯出世，开始唱嘛，啊，其实嘛是唱讲，咱其实伊即个故事的原型吼，伫咱迄个古典的迄个故事定有讲，亲像讲迄个杨贵妃。讲杨贵妃其实是天顶月娘顶头的迄落什物仙女下凡，所以伊才会唱歌跳舞啥有诶无？啊，其实老先伯嘛是差不多有即个意思啦。所以我会晓唱歌跳舞，我嘛是。嘿，对，你应该是嘛是仙女哦，青牛妈嘿，倒一个，有可能哦，嘿啊，对哦，所以大家会当来关注咱即个台湾的音乐。传统音乐嘛好啦，新的音乐啊，新的音乐甲传统音乐夹做伙即款，这是一个即摆真实件的对无？是咧做一个算跨域嘛。对，我甲你的主唱，咱就是共一个艺生啊，咱学车鼓诶。哇，真诶哦！你毋知哦？你毋知伊我毋知你有伫遐呢。我有伫遐学车鼓啊！哇，伊讲做忝诶，就是伊本来叫去学音乐诶，那变做学跳舞。而且迄工课，伊迄个功课有够济，系啊，2礼拜爱交一届功课，系啊。大一种功课，就是按咱因为老师有互咱谱嘛，啊公车谱我是看有，而且我较惯势用公车谱，啊其他人袂惯势啊，因就要直直甲迄谱改倒转简谱啊，佫是啥，啊改时发现讲。奇怪，无共，调无共，对，调无共，就开始家己咧用啥久，你都爱看公车谱，你用睇看到1、2、3、4、5。对啊，就是开始就是迄功课拢足济足重诶，我即摆够欠呢，我还袂交出来。恐怖。对啊，就是而且因为遐老先教因拢是因拢讲啥物啊？阮拢袂晓啊，阮拢无迄落专业啊。因拢安尼讲啊，其实迄因唱规世人啊，因拢更坑咧头壳。啊，毋过你真正叫伊讲，亲像咱学校诶迄音乐老师安尼为迄个哆来咪开始教，其实伊嘛毋是安尼学起来，伊嘛袂用即款方式甲你教。啊，变做讲咱着爱接听。较先咧学西啊。对，艺生嘛，艺生本地就个学西啊，接听啊，直直对。啊，对袂调，佫继续对。啊，有当时对讲，奇怪，今日老师唱诶较顶解唱，顶来，但是倒一个是正确，毋知。你按你问老师倒一个正确，老师嘛毋知啊。啊，你有当时有的啊，就啊看这个啊，有的是伊就看这个伊。重点个抓着就好。对，刷来吼，老师过关，讲一块就 OK。我们即摆在学迄倒温啊歌，倒温啊歌是啥物？倒温啊歌有够长诶。倒温啊是啥物？倒温啊就是蚯蚓啊，对啊。我想讲倒听我唱啊，听我唱，唱甲就咧。倒温啊囝伊若会叫歌，啊，倒讲啥物？倒温啊心来长啊，腰来软，毋则会叫歌。啊，你莫甲我骗，啊，你水田伊啊，心来长啊，腰来软，伊若袂叫歌。伊就是讲，伊就是。一个人一句来一句去来咧小报安尼啦，嘿啊，迄10外拍有够长，啊，老师拢记起来，嘿，真厉害，因拢毋免看字，伊拢记起来。为倒会开始啊，阮即个捌字诶，拢对袂调，有够笨拙着对，阮拢对袂调。我感觉迄规个学习方式，加演奏诶方式，拢其实咱即摆逻辑无可能。对。我拢偷偷讲，恁拢无科学啦。我感觉是听觉诶，伊拢是对，真正是用感觉，伊是用感觉咧。即摆咱习惯其实是用看，看谱啊，看迄个小节数啦。看谱就是较科学啊，因为迄个物件就是你谱若写了，伊会晓弹，伊就看你诶谱，伊就会晓弹。啊，伊会晓，伊就会晓。哎啊，啊，毋过，我有讲，我家己反省啊，就是用听迄个律动感，真正无共款，就算啊，应该安尼讲，我知，就是迄个咱咧听迄古典乐，对，每声大出来无共款，啊，共款有谱啊，迄物件拢听，啊，伊个情绪哪会当藏喺内底，啊，咱哪会能藏袂落？对，差一寡嘛，一寡打起来规底寡无共款啦。
啊，你即马北管学了安怎？敢有讲继续咧？过来入门，你毋是学要两哦要两两当嘛是入啊？门系啊，学两当啊。哦，人家嘛是入门，我没了。哦，真正，我即马人讲啊，人讲啊，你嘛南管学偌久？哦，差不多两当哇。啊，你学偌济？我两地曲，人家有这么厉害啊，这么厉害，我两讲地，而且两地敢若会晓唱，袂晓弹。诶，公车部拢记袂起来。因为其实阮北管拢是可能干一块曲，啊是弹有会使唱，啊无会使唱嘛，对弹本啊讲，讲，嘿，哎，你应该讲就麻烦个有通告嘛，有抄嘛，迄拢是基本上到尾啊，一个曲内底拢会晓。啊我即摆无法度，我即摆十只交易坐透头就对啦。嘿我即摆就是每项分者，分一项乐器，啊就学遐乐器尔。所以其实甲因学的方式甲逻辑嘛是。你即马倒一项较高？敢有倒一项？我都会学本啊，学本阮可能有人学拍别鼓，拍通告。哦，别个有够歹拍，拍袂着点的时阵，迄声都破破啊呢。阮都用鼓手去学嘛，啊伊就较快上手啦。但是我感觉根本上就是迄个学习的逻辑是无共款的，所以其实困难是困难伫迄个逻辑的物件。啊无迄个安怎拍迄个其实我感觉迄较快上手，因为就是迄个身体技术的问题嘛。这个真正是学问啦，这个是足深的学问。人大概迄个你去问，莫讲南北管啊，你问任何一个这种传统艺术吼，传统戏曲嘛好，逐个老师拢甲伊讲，这万底千坑。啊咱讲毋捌毋惊的时阵讲，就是万底千坑。你算算几百底曲尔，我一个月甲你学一地，啊一世人毋得学起来，结果发现完全毋是，代志毋是讲人想遐尔简单，真正有够恐怖诶。嘿啊，啊你除了学这个，啊你尾啊，阁有写这个写音乐嘛，啊阁有甲其他团体合作无？是，就最近就是甲雅顺，雅顺，啊过来11月嘛有一个活动啊，是甲即个。你们是有一个合体，有一个另外一个名称。哦，我会办即个读书季，啊，读书季阮就会找即个百合花，啊，甲童根生，阮就甲阮庄口人嘛，阮就三团跳变做一团，啊，各一个字嘛，变做花生人。土豆林就对啦，土豆林。嘛是恐怖诶，因为其实阮咧想讲，百合花因嘛有学迄个传统诶物件，甲恁是有会哈。伊说较厉害，伊说真正师兄，伊学较透，伊基本上伊是逻辑是会通诶，阮搁咧开逻辑，已经通啊。已经通就是讲，知影讲北管是没有逻辑的。有逻辑，我毋敢安尼讲，有逻辑，但是迄逻辑甲西方无共啊。哦，对啦，对啦。即摆已经有法度，比如甲传统的即个北管的乐师，伊用伊逻辑甲伊沟通，啊，甲伊沟通变做是西方的，有较咱习惯的即个乐谱的逻辑。因拢安那沟通讲，你迄想讲这是想改，你迄想讲这是想改。咱即摆比如讲那个刘维车讲之类的即句，爱讲即句吼，你爱拍即个速度，伊就开一开始怎么 BPM 半呐，因为半调呢，半调就是但是毋是伊讲怎么，比如讲120 BPM，金贴啊！我想有讲，无啊，传统即地就无可能遮紧。比如讲即个啥物，我想看卖，较慢诶。我非常想无，反正什么，金中班之类的，也都无可能遐紧嘛。对，金中班较慢。啊，伊都，乐师就会反看嘛。对，这无安尼，伊讲毋管就是。哦，你都爱对对对，对，嘛是条件啦。但是有办法说服他啦。我感觉这是厉害的所在。所以你先来说服雅纯对对。雅纯，因为其实你敢有说服的过程？哦，伊嘛是两边拢通的。有出一个专辑，有，伊出就一个，其实。所以我感觉甲伊沟通，我甲伊讲我想要爱啥物件，啊伊家己都会转移啊。伊家己都伊迄速度家都会变，伊节奏都会变。咱听起来真正是你爱等你爱通，
对不？困难哦，困难。你都欠通，无要紧，你说应该是今仔日落煞了，啊，你转厝困一时啊，啊，老先报就开始甲你点破呢。看起来看破，咱来梦中甲伊来点破，系啊，咱么空中相会，啊，伊就甲你梦中点破。今日真欢喜哦，当讲加上讲到遮济物件吼，这其实因为恁拢是当咧学啦，学着咧传统琴嘛，啊嘛真正有兴趣咧学，然后直直个学落去，所以讲有共同的这个困难，咱困难拢是共款，所以讲会当讲一个较这个心息的物件。真感谢加上各位听众朋友，咱是义言之声少年人的义言广告电台，咱后一集呢，过来空中相会，好，拜拜。